主后2023年7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若是无疼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1到13节。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，若无仁爱，我就亲像锣在弹，钹在响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，会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。我若有教义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，若无仁爱，我就无路用。我若摕所有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火烧，若无仁爱，对我拢无利益。仁爱是宽容，仁爱是慈悲，有仁爱就袂嫉妒，袂夸口，袂骄傲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求家己的利益，袂快受气，袂抾恨，袂爱不义，只有爱真理。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仰望，对一切有耐心。仁爱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会结束，讲灵语的文书会停止，知识嘛会消失。咱所捌的有限，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嘛有限。毋过，迄个完全的一来，遐个有限的就消失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。想法嘛亲像囡仔，当我已经成人，就将囡仔的事拢放煞。咱现在亲像照镜得看，模糊无明，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，将来会完全了解，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。安尼，信、仰望、仁爱这三项继续存在，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。若是无疼，捌有人做过安尼的调查，是甚物原因，互你想要搁再一遍踏入教会？甚物款的教会会互你想要继续留落来？得到的回应包括：教会的敬拜气氛真好，教会的建筑风格和装潢真有质感，牧师的讲道袂歹等等。毋过，伫所有回答的中间，有一项上侪人共同的答案，就是疼。可见，一间充满疼的教会会互人愿意继续留落来。伫哥林多前书13章，保罗谈论疼的主题。基督徒常常把这段经文应用伫婚姻生活。其实遮所论的疼，搁较侪是指教会肢体之间的疼。对哥林多前书13章上下文来看，12章讲属灵的文书，14章搁继续讲属灵的文书，13章是论疼。就亲像三明治伫两片白胖中间夹鸭，若无鸭，就无算是三明治。这意思是讲，当教会若无疼，真容易会落入一种危险，就是肢体之间各自为政，事间互相比较，因为安尼阻碍教会整体的发展，甲对外传福音的机会。实际上，只有一件代志会当互教会得到完全的合一，迄就是疼。也只有疼，才会当确保真侪文书伫教会中运用的时，会带来真实的帮赞甲贡献。哥林多教会是一间讲究事工导向的教会，伫因中间无
欠真济有属灵恩赐的人，有财物甲智慧的人，含有信心实行新约的人。总是保罗提醒因，就算拥有这一切，若无疼，就无算什么。对今仔日的基督徒来讲，咱也真可能参与教会的服侍，却无拄拄是带着疼得做。咱可能真热心参与逐项的聚会，却无一定有疼。保罗指出，毋管咱拥有偌济恩赐，伫教会中做偌济，若是无疼，所做犹原无利益。教会是上帝选召人来宣扬疼、活出疼的所在。耶稣讲：“恁若三疼，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。”疼是教会的记号，就可比十字架是一般人认出教会的标志。疼也是互人看出咱是基督徒的无形记号，是疼。真正吸引人来到教会，是疼，互人愿意继续留落来。这个世界差不多逐日拢有悲剧在发生，有人感觉无妨疼，活地无意义就结束家己的性命；有人为着争夺财产，和厝里的人掠破面；个人对上亲近的人无疼心甲耐心，用暴力伤害家己的某、子女还是爸母。面对安尼的社会乱象，教会做代表基督的信仰团体，应该安怎做？教会若无疼，敢还算是教会吗？默想，我的教会有疼无？我通安怎做？互教会搁较充满疼。我的教会有疼无？我通安怎做？互教会搁较充满疼。咱来祈祷，主爱怜悯的上主，求你帮助我搁较侪关怀厝里的人，和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帮助兄弟之间经常流露对彼此的鼓励甲带导、学乐甲肯定。互教会因为阮共同的付出甲关心，用疼吸引众人归向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